卢凯族，哇，台湾族，哇，专业呢！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再次热烈掌声，谢谢他们的演出。我们看一看他们特别的演出，面对着我们观众，直接告诉你我们跳的是什么。再一次给他们热烈掌声，来谢谢他们的展演，谢谢。也非常谢谢世新大学的同学这么卖力、这么用心的演出，再一次给他们的掌声！世新大学。哇，太棒，太美了！
掌声跟鼓励。谢谢你们的用心的努力，对，也对我们大学生，也对我们深科学习会这样的一个付出跟奉献。嘿，嘿，嘿。 观礼台的贵宾请起立，他们用最高的敬礼来答谢。哇，我们的大会。